根据这个统计呢，去年全台湾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来死亡。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，其实伫个斑马线后车弄就是国体，所以会修法来加重处罚。互过路人死亡也是重伤，上济是罚到3万6，而且会吊销驾照，4、5天内袂当搁再考试。过路人退线行伫斑马线行到一半，后地就要转弯，开始就用走的，马上互冲出机车弄倒。过路人事故一直发生，交通部咧修法、搁重罚，无让过路人造成轻伤，由即卖7200块提悬到1,800，重伤或者死亡，全部用罚款上限3万6，3个月内修正在法基准了后，就应发布实施。另外，造成过路人轻伤吊扣驾照，由即卖1年改做上悬2年，互人重伤或者死亡，目前吊销驾照3年免国考，研究提悬到4到5年。在行川线跟斑马线上面被车撞到，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国耻。我们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很精准哈，就是我们是针对你已经撞伤人，或者是你已经撞死人的这个罚则。好。我觉得当然啦，驾驶人会觉得希望要开快一点，但是在行川线上真的不应该撞到人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去年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，虽然比前一年降低，不过过路人被撞的事件依然常常听到，要加速摆脱行程地价，决定搁重罚。有个吓阻的作用，让不小心的人呢，因为不小心付出代价。那我觉得是蛮乐观其成，可以有一点对那个骑士或者是开车主这样有一点警示的效果。有教训办教人建议台湾考照制度严格公布调整，那就包含落实行车检查这安全观念。另外，道路设计也要全面检讨。台湾的目前道路设计的非常的混乱，路中行穿线其实有些时候它的设计不是很正确，所以当你在开车过去的时候，其实连我自己在执行教育的过程中，有些时候也难免会疏忽。行人是不是也要相对的提高这个罚则，如此才能够真正让所有的国人警惕。不过，受法引起职业驾驶强烈反弹，因为事故原因真多，也可能是过路人无遵守规则。画下应该公布提悬过路人违规在法的金额，才符合比例原则。那交通部无采纳建言，职业驾驶也无排除要上街路进行表达诉求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